每個網站都依賴網頁服務器技術向訪客交付內容，但好多企業主發現呢啲系統令人困惑。了解服務器基礎知識有助於你對直接影響網站速度、可靠性同埋用戶體驗嘅託管基礎設施做出明智決策。呢啲知識使更明智嘅技術投資成為可能。網頁服務器係運行軟件嘅專用計算機，處理訪客請求並返回適當嘅內容。Apache 同 Nginx 主導市場喺處理並發連接同靜態內容交付方面各自提供不同嘅優勢。自定義配置針對特定網站要求優化呢啲系統，無論係為媒體豐富嘅作品集，還是係高流量電子商務平台提供服務。服務器性能取決於硬件規格、處理器速度、內存容量同存儲類型都會影響響應時間。固態硬盤嘅表現明顯優於傳統硬盤，而充足嘅 RAM 能夠有效緩存經常訪問嘅內容。呢啲技術選擇直接影響你嘅頁面為訪客加載嘅速度，需要服務器技術指導咩？立即聯絡 Webcox，了解我哋嘅技術諮詢服務如何優化你嘅基礎設施。